师好，讲师好，坐下。亲爱的前人，还有各位检察师，以及在座各位很优秀的这助理啊、领领啊，还有这个副领领、大主，各位先现在的大家有安。讲师午安。感谢你的爱吼，这是最大的鼓励，互我非常的感恩这个天美师弟做事的风趣，还有咱师子师母的内底，以及有咱河南这里的五代医生，咱一手大仙，咱现在的周前人甲检察师的团队，以及各位领领各位这个前辈这的栽培甲鼓励。这样师弟互下，佮有这个机会，伫这个现场来甲咱共同参考这一堂课。这一堂课互我其实是那个代课吼，所以咱若讲去看着互下。咱听中庸吼，敢好听？有好听无？好，安尼赞，你优秀吼。其实中庸对下早啊、二早。高中到这小尾啊，其实足无好读的啦。为虾米？因为到这吼，一定要做一个上关，就是要做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经理。圣人内底哦，伊用迄种，伊用伊个文章啊，迄个文意在的，有可能咱较无学，或者是讲。咱即马的美容期所以也爱半成半还，这个性烦拢爱惊，所以无对这个性命的经典，无迄个最长长的时间好来家研究。所以尤其若看到这个中庸这本册到尾伊其实难度是较悬的。伊个上难的其实是互我吃。好，要甲咱分享31章甲32章，32甲32，因为这已经是圣人甲中庸之道讲到上，咱讲的上顶尖啊，就是达到上悬的一个境界啊。所以种境界是要讲来互咱读熟的，伊难度非常的悬，毋过咱。会去做吴老师甲咱勉励，伊讲咱今仔日第2期咧想办的，就是爱做甲讲咱班。我真认真甲这记到最清楚的吼，就是2字啦，毋过对迄字功夫嘛共款爱做会出来。我时常拢会记起咱的天地师尊来咱的义和宪堂讲一句话，三泽的大师。下地了班，搁有一句话真正是足经典的啦。袂晓嘛爱办，不会也得办啊。所以咱讲难其实无比不会搁较难，若以难甲不会来比较，其实不会是较惨的咧，较严重的咧。毋过咱的师祖甲咱讲袂晓你嘛爱做，为啥物会安尼？这叫做真正的爱啦，这嘛叫做真正的中庸之道。所以讲，咱咧听经典的，就是讲安尼入班咧听道理的时阵，尤其你经典来讲，咱咧经用一个负能量伫咱的头壳内底啊。咱即马毋是拢流言正能量吗？这是有时阵咱会安尼讲嘛，当初嘛安尼甲咱分享啊。有时阵咱家己毋对嘛，咱并毋知影安怎讲呢？因为咱伫咱的家己头壳内底，家己放一个讲中庸作难，安尼即咱已经做毋对代志。咱的心念已经毋对啦，毋过咱完全不离不共，咱会家己形成讲自然，这个对，大家拢安尼讲。这就是修行或者是讲，咱会感觉讲经典最难的一个原因。因为咱家己已经先放一个讲，就是困难的啦，无可能啦，这是圣人的功夫啦。其实这种的想法拢已经是毋对去啊。因此类推咱会
伫修办道的道场，当咱咧即个办事啊，要处理是要做工课的时阵哦，其实咱咧做，咱拢做自然去家己做。咱的头壳内若无想讲这种难的，其实咱拢要做。毋过有一种人伊无按做，就是讲袂做，伊就家己讲，迄种人迄我无懂。同款的道理哦，咱今仔日读圣经的经典哦，如果讲咱来听，我就家己感觉讲这是困难的啦，若咧真正伊就是足困难，因为哦，咱心所想的，伊往往会变成一种的事实，所以咱爱转正能量了，咱爱家己讲，这无困难。比如讲要做工师嘛，像啥啊？你爱互家己吼有一个足愉悦的感觉，就是讲我家己感觉这我是做轻松，然后这是足公平，就是讲转互足正面的能量，迄就是正能量。因为咱只是讲会晓偌济讲偌济安尼尔，这是一个分享啦吼。所以讲来到即两种所讲的境界，伊就是上悬的啊。好汉吼，感觉讲真正足无好讲。毋过互我拄着讲啊，咱袂当用即种负能量来催眠自己呀。咱应该要有正能量。所以互我就家想讲，用不择手段，用手段，用方法来安怎分享互他的心得。这只是后学的心得而已啦吼。所以你时间有限啊，所以互我就进入这个分章，你有两章。那么吼，咱其实时间有90分的时间，咱10分钟吼是要来交圣灵先结一个善缘，所以咱用着上诚心，因为规全部的中央吼，伊上尾也是讲话，就是讲志贤安尼。咱的10条台湾吼，第1条就是诚心好守，所以咱即马用上诚的心来交圣灵结即个善缘，所以好好来甲读伊即两章啦吼。安尼无定等下互我咧分享的时阵吼，咱可能会较有感应，较有一寡灵感一点安尼。互我嘛做即个机会吼，来做一个即个，嘛是一种正能量的，是毋是？会当分享出来。对咱互较惊咱注意真诶共同会进入即个中庸之道啦吼。所以共款，互较读一句，咱对读一句，咱尾来再做伙来读一遍吼。为天下志善，为天下志善，为人聪明睿智，为人聪明睿智，足以有力量。足以有力量，宽如温柔，宽如温柔，足以有容量，足以有容量，发强公义，发扬光义，足以有职业，足以有职业，栽种忠正，栽种忠正，足以有经验，足以有经验，文理密察，文理密察，足以有德量，足以有德量，普朴安全，普朴安全，理时出志，理时出志，普朴如天，普朴如天，安全如烟，安全如烟，现于民无不敬，现于民无不敬，言于民无不实，言于民无不实，行于民无不义，行于民无不义。是以生命用益予中国，以生命用益予中国，史极万历，史极万历，周期所致，周期所致，人力所通，人力所通，天之所好，天之所好，地之所在，地之所在，日月所照，日月所照，松露所对，松露所对，凡有血气者，凡有血气者，无不尊亲，无不尊亲，五岳配天，五岳配天。
这是32种啊，为天下至贤，为灵，经纶天下之大经，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知天地之化育，夫言有所依，夫言有所依，谆谆其人，谆谆其人，晏晏其晏，晏晏其晏，和和其天，和和其天，故不过聪明性智达天得者，故不过聪明性智达天得者，其宿灵之志。其宿灵之志。安尼即顺的哦，啊，即摆大家共同再来。剩的时间，互我来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因为互我感觉吼，用上简单的方式来甲咱做上简单的分享，安尼咱上简单会当家己记起来。咱来学习吼，主要就是爱互有一个印象，家己记起来，然后咱来家己做一个体会，安尼才有达到咱来一般学习的目的。咱今仔日投资一天的时间伫遮呢，咱敢爱一本万利倒转去？哎呀，所以讲吼，毋通就即个宝山然后空手倒转去，安尼吼，咱今仔日的投资无叫做了钱。所以讲，互我希望互我今仔日的分享，互我是会当一本万利，然后咱大家拢会当得到即个。上好的即个利益啊！吼，咱无煞来时间吼，我用简单的方式来教咱做报告。为天下之贤，就是唯有圣人讲到啥吼，已经甲标准定出来啊。就是唯有安尼，无第二句话，无其他的标准，唯独唯有做干的。所以唯独吼，当天下间内底当有一种叫做至贤的人。伊才会当安怎？伊即个意思就是讲安尼吼，所以讲即个至贤吼，咱若听到至贤，咱会想到啥物人？圣人嘛吼，圣人。但是伫圣人内底，圣人有影都有分哦。伫圣人内底哦，互人甲用
贤来家己称呼的，其实就是咧讲咱的孔姓。毋过至善不只是孔姓一个尔，其实若是佛的境界，其实拢共款。伊只有至善哦。伊姓名为虾米讲咱拢无会咱会感觉讲咱拢感觉讲咱着无法度姓名上好，甚至讲咱现在求着道来学道，咱的道交姓名咧传的道拢相像的。毋过咱嘛是感觉讲咱家己无法度，为虾米那安尼？因为伊迄个重点是建立在咱人一种的观念。所以到最后伊姓名者其实是姓名，对不对？即个呢，天上地下唯道独尊的，那么姓名就是道的代言人的，所以上尾伊迄个上尊贵的，然后上姓利的人，其实是姓名的。所以咱咧专家在讲一句话伊讲到尾姓利出来的胜出者，毋是能力，而是啥？观念。所以咱来学道咱要建立的是迄个观念，咱要共交姓名无共款的观念，转化互转变互交姓名共款，其实是安尼。所以就讲倒转来咱如果参班再参班，咱修班再修班，毋过咱的观念20年前安尼，10年前安尼，到今年后搁安尼，你就知影后壁迄点点点安尼。安尼其实无真正根本解决咱的一寡问题，因为咱若是共款，都是世间人。世间人的安怎咱感觉？世间人共款爱遭受轮回苦报，甚至较严重的三毒之苦，永远无法度避免。为虾米？因为咱的观念，咱并无去学姓名，所以时阵咱的老师才安尼甲咱教。咱班嘛爱班，咱修嘛爱修，咱改嘛爱改，咱忍嘛爱忍。为虾米？因为唯有安尼才会当解脱。咱毋是要来寄通命，咱来有长咱来即个以后姓长，毋是今仔日寄托伫遮尔，咱是借即个姓长，互咱学习了后，得到咱真正苦紧的解脱。咱历史以来迄种的苦规，拢甲伊解脱掉。那安尼，咱的头壳内底所藏的迄个观念，必须一定爱改变，甲无好的放下，然后甲好的真正藏伫咱即个观念内底，互伊是一种交姓名共款正确的理念。所以讲像这做白话咱听讲师讲过足济嘛。姓名交世间人，伊无共款的，就是世间人所知都是眼前的。咱以前的思想嘛，有可能是安尼。咱如果若到即马搁安尼，你家己注意的所以这是借即个机会咱互相搁做一个勉励，因为世间人听知影一朝一夕的烦恼。咱讲快乐，就是足紧就过去的乐。毋过咱拢爱迄个呢。毋过咱姓名是安尼，姓名你知影是千秋万世永恒，因为姓名伊是去建立了迄个永恒，拢袂改变，不生，伊不灭，不增，然后不减，然后伊永远拢袂改变的迄个上好的慧眼。咱人天命伫肉体上的生命尔，拢知影这生命最有限的，所以这叫做短暂，这叫做镜中的花，水中的月，因是有限。所以咱必须爱去转化，咱听着，咱这个学习了，来转化咱这个观念。世间人拢共款世间人敢知影功名利禄的享受，但是姓名却是知影仁义道德的真理，这个上价值。仁义道德的真理是就是一种千秋万世永恒。所以你甲看规个天下间上姓利的人拢高高在上。你看5项的姓名，全部的世界去到倒拢有宗教，迄个宗教的迄个领导者迄个伫上济，伊上至尊搁上至贵。真正所以有时咱人真正足想袂开的呢。变啥物
叫上好的时阵哦，咱真正会被干扰掉了，就对了。你着讲人来负担，感觉讲听听，感觉有影着你，着爱甲拼生互永远的。毋过若离开负担吼，因为咱的观念并无做转变，所以伊带动咱的永远拢是迄个话，当离开负担，着搁比迄个无好的去带动啊，就是大家知影公平啦，离落出短暂的啦，然后拢是一寡虚华假景。世间人大家知影悲欢离合的无奈，悲欢离合真是艰苦的。只有历奇境才有的印象，啊，毋过伊伫天流伫遮有效吗？伊根本是一种的障碍，一种的业障，一种的磨难，一种的苦难。咱性命佫是知影超生了事的潇洒。咱爱来就像这，安尼咱才真正吼有迄个价值生出来啦吼。这是简单吼，甲咱参考讲，为虾米即个志向吼安尼？遮尔有价值，咱遮尔即个对伊遮尔尊敬，搁着人吼，伊会一步一步来甲咱即个分析啦吼。当即个达到志向伊个境界哦，才会当为灵嘛。灵是啥物呢？灵其实是一种的能量，满满的能量。所以看众生哦，世间人或者是世间的即个荣华富贵的人，或者是讲上悬的统治者，伊看到即个宗教五教的性命啊，共款是出尊敬的。真正无人讲叫做无神论的啦，绝对有啦，爱嘛对伊出尊敬的啦，相加归落，啊无就是天上悬的境内，行最高的致敬礼。安尼咱一看就知影讲，都是上尊贵的，伊生发了一切，伊超发了一切。咱迷失在即个眼前，迷失在即个遮尔短暂，其实伊是真正是咱讲的吼，是无能量。而且你看，咱头壳内底藏偌济，咱到底是正能量，或者是负能量？咱如果若是正的能量，咱是日日，咱的迄个智慧啊，迄个慧光是。安尼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照耀哦，修班照耀即个日班，伊是一直开启的呢。到尾啊，交性命交好共款是光芒啊，豪光万丈啊。即个苏东坡讲的吼，稳坐紫青莲，因为伊是满满的能量嘛。你看这地啊，真正是足水的啊，伊个互人拢是好的能量。所以咱就得学习着正的能量，然后甲咱众生、甲世间人负面的能量，会当互伊种一种的去除。这嘛儒家讲的吼，叫做吉迄个物，吉神物。一开始中药吼，就拢讲啊。所以31种甲32种是先接了头前的全部无来到遮做一个即个，人讲吼结合。所以咱伫遮看到的无，伊是论甲上悬的一个境界。那么性命互咱上好的即个能量，这是为虾米咱若对即个佛啊、对性命啊遮尔尊敬的一个原因，咱敢是讲袂出来即个为虾米？世间人要拜神无？人讲求神嘛，托骨。伊嘛毋知影为虾米，因为伊就知影讲互心灵的保庇，心灵为虾米咱会保庇啦？因为心灵伊有迄个能量啊、能量啊。那么今仔日讲到咱拢知影嘛，佛性是伊，大家拢总有的啊，个个拢总是完全的啊。那么咱也会当互伊来做主，咱的能量就出来了，它是满的吼，所以。达到志向了后，伊迄个能量出来，伊会当做到啥物程度呢？所以尾来再讲无相。圣人吼，因为伊通常吼，伊是智能量300第一年拢完完啦。圣人伊来到世间吼，伊是咧示范的啦吼，示范的。所以讲这是来家建立出来的啊。那么这凡吼，你看一智一用，这是因吼。生生世世无咧分享的，咱即马拢讲分享嘛，因拢咧分享迄种遮尔好的能量咧，互咱吼。那么第二规智人用300
因为伫迄个20种遐就有讲啊嘛。啊，所以伊落来有讲5句，第一句就是聪明睿智，足以有灵命。啊，咱想讲，咱敢有过来解聪明睿智？互我较袂容易用文字来甲伊解释即种的方式互我主要是要甲咱分享伊迄个观念，甲伊迄个一种的意见咱甲讲是讲足聪明的，然后大智慧，安尼叫聪明睿智。啊，迄个聪明嘛，甲伊想对迄个人咧讲的无好的迄个啥人讲，人人先祖望聪明，苏东坡啦，我必聪明，我一些毋是迄个聪明因为苏东坡的聪明毋是咱现人迄个智贤的即个聪明。安怎讲呢？因为通常咱人若较聪明的人较歹，要安怎讲啊？咱若甲伊讲较熟，有个人讲伊足熟的咱嘛会当甲伊讲伊足聪明的。毋过其实熟甲聪明伊无相像。为虾米安尼讲呢？因为咱拢会讲聪是耳聪，聪就是听听清楚的。若要练的讲目睭，所以人会形容讲你看迄个囡仔耳聪目明。咱讲看目睭就知影讲有智慧甲无智慧人现在咧就是讲听清楚的，是非乌白拢听足清楚，一听就拢足清楚的啦。面就是目睭咧看甲足清楚的。所以君子有求书的第一书就是识书面。你看清清楚楚嘛，凊彩看就凊彩讲的，凊彩看凊彩讲的，迄无叫聪明。人咧真正的聪明是听足清楚，看甲足清楚，毋过袂乌白讲，迄叫聪明。为虾米咱会讲伊的聪明交咱一般人要讲的聪明无相像？因为伊袂乌白讲的背伊有一个智慧做主啦。迄有智慧的人为少，但是伊切清清楚楚咱如果相反，咱就知影讲的是倒顶的啦，就是话足济，讲足济的安尼感觉看足济，听足济，毋过伊背后并无一个智慧做耶稣，在做耶稣啦。有可能就是一种的迄个识。咱感觉讲话讲足济，听话无讲足济，对一种较好。无声这无声就是上好的答案安尼咱家己拢知影啦其实你看圣人的经典，伊咧讲的话敢有济？少。你看迄大海较中庸迄讲的少，为虾米？迄讲互上善的人咧听，讲的迄真正讲会吸收的人咧听。迄若到咱讲圣人甲明夫子春秋战国的时代就无共啦。敢会当讲像大海中庸讲安尼简单扼要，无度安尼有的人吸收袂去，所以论语就开始安尼，我也讲的文理礼察，安尼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安尼，互较侪人去吸收。迄若到明子就阁无同啦所以互我有发现明子即本书足少咱特定的讲师会去讲明子。为虾米？因为明子伊当时迄个时代真正是无好讲道理的时代诸子必刚，足乱的一个时代。人讲七嘴八舌的时代，大家拢足熟的。阁有其他的迄个老师咧教，所以。若毋是明夫子即种安尼，真正讲甲互人讲你真正怎会交人变的？伊讲毋是，我毋是咧爱变。迄一个有智慧的人通常话袂济，但是有时爱讲互清楚嘛，爱讲互清楚，这就是智慧者即个圣人的功夫。伊会当足少，伊嘛会当足济。咱若看明夫子，迄个时代就无共款，所以讲互清楚，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你看咱咧背经典，咱咧读经选读迄个孟子的是袂遐少，对不对？咱若咧读经的时阵，咱会报对几科，咱敢知？咱上爱报的一科就是一科，道之聪子毋是无你拢报对一科？心经，咱
师尊师母当时传落来，简单的要规个道拢讲较清楚啦。咱若有照道的宗旨好啊，就咱就成功啊。啊，毋过咱是少出侪经典，因咱要度化兄弟姊妹，啊兄弟姊妹有诶读即本的，有诶读迄本的，有诶读佛教的，五教全部总了，因为吼要普渡，所以咱才会研究很济呢。迄若讲单咱家己个人要修的尔，免遮尔辛苦呢嘛，免着遮尔济。真正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这咱嘛是叫做慈悲啊。你看，有诶兄弟姊妹虽然甲咱问经书，啊，有诶甲咱问论语，啊，有诶甲咱问着做单经，有诶问金刚经，有诶问心经，就是安尼，安尼叫普渡啊。所以你看，伫咱道理内底，啥物经典拢会当演入，啥物经典拢会当读。啊，但是上歹读的，互我感觉就是灵珠。真正为虾米？啊，咱即个时代吼，交灵夫子的时代吼。足成哦，甚至吼有可能比伊迄若较乱，较歹。所以咱是毋是爱较辛苦啊？讲书哦，真正是，若讲着讲书着带咧当咧。为啥？因为无好讲，伫即个时代道理实在是无好讲，因为人咱无单纯。迄个聪明哦，毋是真正圣人咧讲的聪明。你若真正聪明就好啊，道理听较清清楚楚。迄字读出来看较清清楚楚，然后伫咱的观念内底拢转变咱的观念，咱上咱迄种聪明的啦。结果毋是是倒边是识摕来分别，摕来比较，摕来计较，摕来佮讲话拢较无好个啦吼。啊，所以讲吼，变成即个聪明就是这是互我简单的做一个。迄聪明，我知影看到足清楚，听到足清楚，但是做有智慧的，所以喙嘛袂乌白讲。啊，该讲的时阵嘛是较侪人爱讲。为啥物？因为足，你看拢总有拢爱一字足哦。这足就是讲吼，十足、千足、百足，真正足。啊，倒来，有春。你若伊姓你的年纪、生日的年纪，无啥物拢有准啦。真诶啊，迄有诶兄弟姊妹袂受呢，敢话迄是兄弟姊妹的问题，迄毋是生日的问题咧，迄嘛毋是姓名的问题咧。因为咱知影，佛有三种无法度甲度的嘛吼，就是不信，无就是无缘，爱不信，啊，倒来咧，无法。迄是众生的问题，毋是佛的问题。迄佛姓名的问，佛甲姓名真正是咱家用。简单来话讲，真正足牛的啊，真正有够牛的，互我毋知影去形容伊的牛就对啦。因为伊足以幽灵呀。啊，啥物叫做幽灵呢？灵就是讲吼，咱讲灵事嘛，拄着代志，啊拄着啥，迄叫灵嘛。啊，要表达即个足以幽灵呀吼，啊，就是讲。姓名的聪明为例，伊是要来做啥物灵用能量的分享啦吼，互我着去，咱今仔日拢来看图啦吼，啊，迄个，互我用图啊来分享，咱去体会伊个意思啦吼。姓名就是着要解决咱众生轮回的问题啊。姓名就是为着众生的嘛呀，伫世间生活伤过艰苦啊，无名利啊。安尼受有够侪温暖，有够侪因缘，佫无够侪，所以圣人太慈悲啊！伊着爱互说道理、讲道理、说仁义，解决咱世间人的苦啊！所以伊着灵来到了即个世间，所以圣人甲佛菩萨拢是为着咱未来的众生而存在的。安尼伊就慈悲无？伊今仔日为虾米会高高在上？伊花咱的毋是钱呢，毋是财物呢？啊！你看咱拢上爱的，拢讲的拢是钱，拢是财富，拢是荣华富贵呢，拢是高官显爵，拢是世间最关键的物件呢。咱若心内，咱若家想的拢对吼，安尼一定是的。即个是老师的爱道、偏道，啥物道拢会当家己加落去。所以咱要去转化，因为这物件其实是真短暂嘛，虽然咱都需要伊，啊，毋过佫有比这咱佫较需要的。只是咱无感觉，譬如讲钱交空气，咱较需要对一项，啊，空气是啥？是啥家己生出来的？
是道呢，若无道就无空气啊。所以咱较需要道，也是较需要另外其他的物件。咱上需要的物件拢是道呢，拢是道理甲生出来的呢。甚至讲，咱若讲吼研究较清楚啦，咱若无道，根本咱就袂活。咱所有的才华、所有的荣华富贵，伊根本就是无存在的。就特别人咧，比如讲，鱼仔伫水内底呢，毋过鱼仔并毋知水有偌重要呢。咱人其实上爱的是道呢，咱敢要相信？毋过咱毋知。譬如讲，咱是毋是若有闲有钱，然后又有闲的时候，咱拢会去做啥物代志？来生活选择健康，来运动，其实毋是。咱拢会想讲吼，要来游山、游山玩水，对不对？山甲水最水的，大自然的美景最水的，这啥家生出来，咱敢知影？对，甚至咱为着要看一蕊花，为着要看一支山，为着要看北岳迄个一个啥物湾的吼，最水的，咱搁开，敢是叫下龙湾，若无记唔对哩啦吼。我真正有够水的，迄飞机票较侪钱，啊，搁有的人吼钱欠欠的，拢会着要去佚佗呢，咱要去看迄上水的风景呢，看迄日本的萨库拉，迄啥物花，迄花水的，迄其实吼，迄拢是道呢，若无道伊哪会生发出来？所以咱敢有爱道，咱敢有介意道，有啊，毋过咱毋知。譬如讲，咱若有钱的时阵啊，咱来看一出电影，条去。游山玩水，咱会感觉对一项咱较爱，其实是去看风景。因为电影是人去甲做出来物件啊，佫是大自然的风景无相像啊，啊，迄就是道家生活出来，所以互我去感受着讲，原来人上爱的是道，毋过咱家己竟然毋知影，竟然毋知影吼。啊，所以讲吼，即个圣人啊，就是咧互咱了解讲，道其实咱足爱。啊，咱袂当离开伊，啊，所以讲出些道理，要互咱做一个了解，甚至伊来到人间，吼，伊来，人家说来临嘛，伊来到即个人间，啊，是得伫即个能量聪明瑞丽，甲咱修养，甲咱抱咱的义务，甲咱改咱的礼仪，然后会当互咱在培养伊的时阵，会当伫即个道场修办，互咱一点一滴甲道找到倒来。所以修身第一个求道，甲求就是找甲道搁找倒倒来。啊，毋过即期爱先得吼爱修，所以爱继续来学，啊学爱去做，安尼吼综合叫做学修讲办勤，只要照圣人的道理，照经典的道理，照老师甲咱讲的话去做，安尼咱真正会成就。因为其实咱足爱道，而且咱嘛袂当离开道。所以你来看，聪明瑞丽，你看这佛啊，拢高高在上。咱知影全世界呢，是我风景地区无，拢是毋是徛迄个，毋是佛上悬，就是圣人上悬。还是你若会教，还是耶稣基督，因拢是上高高在上的即个圣人呢，聪明瑞丽啦，将伊幽灵呀，其实伊是要救众生，要救人啦吼。爱你要救众生，若聪明，无够聪明瑞丽，无法度救众生。所以人无处不得已来去教人论即个仁义道德。啊，若无吼，真正仁义道德，拢有一寡声刷啊、异端拢砍掉呀。世间人无永远拢无解脱的机会。所以人无处讲起来非常的伟大呢。每一位的圣人哦，应下伊的事实，拢非常的伟大啦吼。你来看，高高在上的白养的三圣吼。你看咱的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愿，苦海常作，度人舟。伊的能量都是满的，绝对免怀疑的啦哈。这是你聪明瑞丽，足以有力量，我用这个简单的方式来教咱报道。所以圣人拢会有聪明瑞丽，所以咱爱来学圣人的聪明瑞丽，甲咱历史以来我心意识。爱去除掉，爱扫除掉，迄拢总是无好的物件吼。所以咱若吼，啥物好个
转，爱恁转吼，性质袂即个聪明伶俐，安尼就够。这叫做法轮相转，爱有迄个法，爱有迄个方法吼。第二句叫做宽如温柔啦，足以有用的。啊，这个安怎讲呢？宽就是咱知影宽的啦，那 A 咱就讲好，伊真有够 A 嘛。啊，比如讲就是一种比较型啦。啊，如就是讲吼，好好拢充满的，非常的济，你爱偌济就偌济，安尼叫做如啊。所以是毋是天道有做济爸爸、阿公、阿妈所爱改咱的名，就做阿如啊，咱才做有叫做阿如啊的无？因为我听过